咁小區呢邊嘅綠化啦，同埋兒童樂園啦，都做得相當啲靚嘅。咁呢間單位入戶嘅門口嘅話，佢有一個可以個人嘅一個利用空間，81方南北對落。咁露台呢邊佢係朝南向，都係正南朝向嘅。同埋咧係2房雙露台嘅。呢邊嘅櫃都非常之新淨。咁入門呢邊嘅一個客廳位嘅話，佢有3.8米嘅一個開間。前面咧係廣東省嘅一個2號綠道。咁其實到晚上咧，如果食完飯之後可以再行下面呢邊行步嘅。咁呢條馬路其實咧，我哋在呢個角度睇得到，佢一直嘅通住嘅去到蒜苗灣嘅。呢個露台佢係相當於一個 L 形狀嘅一個設計，相當於佢有差唔多13個平方嘅。咁從入戶嘅呢個位置，佢嘅開間比較闊啲。咁其實咧，在呢個房咧，佢係連通在露台嘅。呢邊有一個細部嘅露台。另外一個房間嘅話，佢係主連在露台。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戶型最靚嘅地方咧，係2個房間都有自己一個露台嘅位置。洗手間呢邊係做一個乾濕分離嘅佈局啦。咁都係一個熱水器。咁主要嚟講，81方做一個2房單位，我哋嘅睇落嚟呢個客廳位同埋露台呢個實用其實都係 OK 嘅。呢間單位嘅單價係只需要3000幾蚊，3000幾蚊摸到呢個雙重景觀呢，其實係好抵嘅。我係實力人丹丹啦，咁今日嘅話我嚟到合生海角1號啦。咁其實我哋依家嘅單位係5號樓嘅，3梯8伙。其實我哋在走廊嘅位置睇到後面呢個景觀啦。佢喺隔離咧係一個高速嚟嘅。咁小區呢邊嘅綠化啦，同埋兒童樂園啦，都做得相當啲靚嘅。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咁其實咧3梯有一個消防電梯啦。同埋咧其實從入戶呢邊嘅一個地磚同埋牆身係非常之新淨嘅。我哋睇翻依家我哋同大家推介嘅嗰個單位啦。咁呢間單位入戶嘅門口嘅話，佢有一個可以個人嘅一個利用空間啦。一般咧業主中意在左邊擺一個鞋櫃咁樣嘅。我哋睇翻呢間單位，同大家再詳細介紹呢間單位嘅房源情況。81方南北對落，咁露台呢邊佢係朝南向，都係正南朝向嘅。同埋咧係2房雙露台嘅。入戶呢個位置，一般咧業主中意在旁邊呢邊都可以自己擺一個儲物嘅一個櫃啦，同埋咧係開放式嘅一個廚房。咁合生海角1號其實從13年開發到而家嘅話，咁點解5座會比較新淨啲咧？係因為咧其實呢個小區佢係屬於第2期，咁都係在18、19年咁樣開發嘅。咁其實依家都有6、7年嘅時間，我哋睇得到呢邊嘅櫃啦，同埋抽油煙機啦，其實都好新淨嘅。呢個電磁爐嘅話係一個老闆品牌嘅。同埋其實呢邊都可以自己擺一個焗爐啦，或者消毒櫃嘅位置，都係一個雙先盤嘅一個設計。呢邊嘅櫃都非常之新淨。咁入門呢邊嘅一個客廳位嘅話，佢有3.8米嘅一個開間。一般在呢個位置咧可以擺一個餐台啦，簡單一個餐台位啦。同埋嘅話，在呢邊擺一個梳化啦，同埋嘅電視嘅位置啦。咁因為個開間足夠大，都可以擺得到大至55寸或者係65寸嘅一個大電視啊！呢間單位最靚嘅地方在呢個 L 形狀嘅一個大露台。咁佢都可以睇得到兩邊嘅一個景觀嘅。咁主要依家我哋睇嘅呢個 view 咧，佢係正南朝向嘅。前面咧係廣東省嘅一個2號綠道。咁其實到晚上咧，如果食完飯之後可以再行下面呢邊行步嘅，一直去到嘅惠東南站就係經過合展東寶灣啊，再到融創呢一條嘅廣東省綠道啦。咁下面呢邊都係小區呢邊嘅一個綠化啦、平台花園啦，同埋嘅無邊際泳池。因為合生海角1號呢邊嘅一個沙灘咧，主要係集中在長沙灣花園。咁其實呢個小區嚟講咧，唔係話非常之多嘅人過嚟呢邊住啦。咁其實呢邊嘅一個商業設施，佢一定係去到嘅十里銀灘在長沙灣花園嗰邊會比較方便啲啦。維港灣、維港半島啦。咁其實呢邊都係簡單下面有啲便利店啦，1、2間啦，同埋嘅高爾夫球車嘅一個泊車位置點。再隔離嘅話就係呢邊嘅一個馬路啦。咁呢條馬路其實咧，我哋在呢個角度睇得到，佢係一直嘅通住嘅去到蒜苗灣嘅。不過俾前面呢座遮住咗啦。咁隔離嘅話就係合展東寶灣呢邊嘅一個碼頭，同埋嘅合展東寶灣嘅呢個別墅同埋嘅小區嘅園林啦，都可以睇得到。合展東寶灣呢個沙灘。咁沙灘呢邊都好靚。非常之大嘅。睇得到今日嘅天氣都非常之舒服。
海水相對嚟講唔係話非常之清澈啦，只不過海水呢邊都非常之乾淨嘅。呢個露台佢係相當於一個 L 形狀嘅一個設計，相當於佢有差唔多13個平方嘅。咁從入戶嘅呢個位置，佢嘅開間比較闊啲。從入戶呢個位置嘅一個開間，大致係有1.7米左右嘅。我哋其實都有啲業主中意將嗰啲餐台位置擺喺呢邊，或者喺呢邊擺啲嘅躺椅啊，都係 OK 嘅。同埋嘅擺一個茶座啊，飲咖啡睇睇海啊，非常之浪漫。我哋再睇翻房間啦，咁呢邊嘅一個房間嚟講，有一個房間比較細啲咁其實咧，在呢個房咧，佢係連通在露台嘅，呢邊有一個細部嘅露台，可以晾衫咁佢嘅一個朝向嚟講，都係同嘅主陽台一樣，都係朝南向嘅，咁在呢個房間其實擺一個1.5米嘅床咧，可能都有一啲逼。一般嚟講，業主可能擺1.35米或者1.2米，在呢個位置，然之後在呢邊擺一個衣櫃都係 OK 嘅。我哋再睇翻另外一個房間。另外一個房間嘅話，佢係主連在露台。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戶型最靚嘅地方咧，係兩個房間都有自己一個露台嘅位置。咁其實呢個主臥室嚟講大啲啦。咁佢係擺一個1.5米或者1.8米，都係足夠嘅一個空間。咁我哋再睇翻洗手間，洗手間呢邊係做一個乾濕分離嘅佈局啦。咁都係一個熱水器。美的嘅熱水器，依家暫時嚟講，我哋睇到呢邊係幾多容升？40升嘅，一個人沖涼都係 OK 嘅。同埋咧，沖涼房嘅位置佢帶埋呢個窗戶，帶埋呢個窗戶嘅位置。咁其實咧，在呢個沖涼房嘅位置，啱啱好啦。唔算話非常之大，因為咧主要嚟講呢間單位咧，佢將嘅客廳位同埋嘅露台位做得相當啲闊。咁當然嚟講啦，房間咧唔算話非常之大喎，不過主臥室其實都係 OK 嘅。咁主要嚟講81方做一個兩房單位，我哋嘅睇落嚟呢個客廳位同埋露台呢個實用其實都係 OK 嘅。咁主要嚟講，核心海角1號依家匯合落嚟呢間單位嘅單價係只需要3000幾蚊，3000幾蚊摸到呢個雙重景觀咧，其實係好抵嘅。不過咧，你話3000幾蚊買得到一線望海，樓下有沙灘，商業配套非常之成熟嘅一個小區，咁當然冇啦咁如果我哋去維港灣或者維港半島或者長沙灣花園嗰個位置拍攝，其實全部樓下有沙灘近啲，同埋商業配套好啲嘅地方，都要單價最低都要去到6-7千蚊嘅一線望海。不過6-7千蚊其實都係比較小單位嘅一個業主筍盤啦。咁基本嚟講，其實新樓如果一線望海樓下有沙灘嘅，基本新樓都要8-9千蚊。不過依家呢間單位全新吉屋匯合落嚟單價嘅話3000幾蚊，總價係只需要298000蚊。擁有呢個 L 形狀嘅一個大露台啦，其實係相當啲靚嘅。不過始終咧，因為呢個小區咧佢近嘅呢個馬路有車過咧比較嘈。咁譬如話有啲人瞓覺比較淺啲㗎，其實可以在房間做一個隔音。房間做一個隔音，或者係在呢個房間都做一個隔音，可以將呢棟門重新搞一個隔音。不過房屋裏邊真係好新淨嘅，2018年到依家嚟講，其實都過咗有6-7年嘅一個時間啦。不過房屋同樣係保持得比較新淨，所以睇得出開發商嘅質素嚟講，其實都係 OK 嘅。包括小區嘅呢個外觀嚟講，其實唔會話感覺落嚟啦。如果係隔離係嘅一個合佔東武灣嘅小區，咁如果係第一期嗰啲啦好高啦，咁我哋呢邊其實都係第2期嘅一個小區嚟講，其實外觀同埋質素嚟講都係 OK 嘅。呢個小區需要自己揸車咯，如果係自己有車上嚟會方便啲。咁食肆嚟講一定係需要去到3期啦。咁簡單嘅呢邊嘅一個便利店都可以滿足俾到大家嘅。呢期視頻講解到呢邊，大致一個總結。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掃描上方嘅二維碼。我哋下期視頻再見，拜拜。